天气爱关心，赛车嘛爱细致。一台大货车驶经过高雄公山区一条路的时，现场咧驶北过时，无注意到后壁有一个乌多摆直接就讲弄落去，佮从倒里拖开人家车一直刹差不多10外公尺才停落来。大货车的驾驶落车了后，才发现讲有去弄着人，加在无全咧交过。后来警方呢到现场去处理，这个吊水驾驶无啉酒，因过因为北过无注意到后壁有人甲车，互人开单。这件大货车将速度放后面被叉车开始北去，后边起诉一直一喇叭，要个大货车又还是继续北去，将机车弄倒。起诉连人带车横拖咧行，拖要10公尺才停落来。货车驾驶将车擦好势，才知影家己共弄掉。车祸发生伫6月7日下晡4点多，高雄公山的大埔一街一条要过6米宽的巷仔。居民讲，当时迄台大货车是要到隔壁工厂去落货。我看咧是应伫车底尔，车底啊，伫车底啊。加在起诉无封告过，随后警方接到通报到现场处理，货车驾驶无啉酒。汽车驾驶人倒车前未显示倒车灯光，或倒车时不注意其他车辆或行人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红龙的机车起诉，敢若测伤送病院了后不安怎？是讲大货车的车顶有到北区影像的辅助系统，他也无看到后壁迄台机车，敢是个因为视线死角的原因，这就要等警方调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